喺處理製藥工序同原料藥嘅生產過程中，由於涉及丙酮、乙醇等溶劑嘅使用，會產生揮發性有機化合物，簡稱 VOC。呢啲污染物對環境同人體健康帶嚟不良影響。為幫助廠戶提升環保表現，粵港兩地政府於2008年4月開展清潔生產夥伴計劃，資助位於香港及廣東省嘅港資工廠採用清潔生產技術同作業方式，協助佢哋節能減排。呢間位於惠州嘅藥業工廠係一家原料藥生產企業，佢哋透過夥伴計劃嘅示範項目資助，購置咗旋轉式速熱氧化爐 RTO， 處理製藥工序所產生嘅有機廢氣，以減少揮發性有機物嘅排放。我們有3棟原料藥生產廠房和508口服固體制劑車間，每日都會產生一定數量的 VOC 廢氣。我們在2013年採用水噴淋加活性炭吸附工藝處理這些有機化合物，但由於設備運行多時，已出現老舊，效率也較低。為了進一步提升去除 VOC 的效率及廠房環境質量，我們現在採用了旋轉式熱氧化爐 RTO， 更有效處理了 VOC 的排放，而且成效非常顯著。RTO 嘅操作原理就係將排出嘅揮發性有機物 VOC 經過800度高溫燃燒，產生二氧化碳及水，再將反應熱再利用。喺實際使用嘅時候，各支路嘅廢氣會先經過預處理，然後通過風機同風管送到 RTO 高溫焚燒處理。喺 RTO 進口前，主風管嘅廢氣會利用 RTO 燃燒產生嘅餘熱，將廢氣嘅溫度升高到攝氏70至80度。經過預處理後嘅廢氣會通過阻火器進入旋轉式 RTO， 先喺5個室裏邊預熱至760度以上。喺氧化室中，溫度達到850度。然後廢氣會通過另外5個室，熱量會被儲存喺陶瓷速熱體中。最後剩餘嘅煙氣會經過後處理後排放出去。項目實施後，工廠每年可更有效減少有機廢氣排放量，約為268.5噸，去除率達到98.33%，達至減排和減少 VOC 污染的目的。參加清潔生產夥伴計劃，唔單止改善工廠環境同空氣質素，亦幫助整個社會嘅可持續發展。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清潔生產夥伴計劃嘅資訊，可以從以下途徑查詢。